歡迎收睇智叻選購貼士，我係 VC。每一集呢，我都會為大家準備獨特嘅貼士，尤其是今集，我會令你買得安心，用得開心嘅。咁今集呢，我會講廚房裏邊嘅心臟，就係每一個家庭必備嘅煮食爐啦。咁大部分嘅香港人最初都係以明火煮食嘅，去到2000年代嘅後期開始呢，香港政府咧就透過環保嘅政策啦、建築嘅標準啦，同埋能源嘅規劃，逐步咁樣推動電能嘅煮食，而市民咧亦都開始減少對傳統氣體爐嘅依賴。現時市場上咧主要有4種嘅煮食爐，包括煤氣爐啦、石油氣爐啦、電磁爐啦，同埋電陶爐嘅。每一種咧都有佢嘅優點同埋要留意嘅地方。咁首先要講嘅咧就係煤氣爐同埋石油氣爐啦。咁兩種咧都係明火煮食，所以咧就會放埋一齊嚟講啦。咁煤氣主要嘅成分就係甲烷，佢係透過煤氣嘅管道輸送；而石油氣主要嘅成分就係丙烷同埋丁烷。氣體咧就係注入去石油氣罐嘅。咁火力方面咧，煤氣一般咧最大就係5000瓦，最高就係6000瓦；而石油氣一般咧最大就係5000瓦嘅。咁安全性方面咧，煤氣嘅漏氣風險咧就比較低，而石油氣咧就係需要定期檢查氣罐同埋輸氣喉嘅。嗱，咁呢兩種嘅氣體本身係冇味嘅。所以咧就要刻意咁樣加入氣味，令我哋咧係好容易去分辨咧有冇氣體嘅洩漏。咁氣體爐嘅優點咧就係火力強啦，加熱減熱嘅速度快啦，適合爆炒、煎炸、蒸等等嘅高溫煮食。咁火力咧係可以即時目測調整嘅。咁佢咧就係適合使用任何嘅煮食鍋具，包括傳統嘅生熟鐵鍋。咁佢係獨立供氣，咁所以即使係停電咧，仍然係可以正常使用。而高階嘅氣體爐咧，就加入多種嘅功能同埋安全裝置，例如係時間掣啊、藍牙提示啊、截斷氣體功能等等嘅。而佢唔好嘅地方咧，就係需要接駁煤氣喉管啦，或者係更換氣罐。嗱，咁氣體咧就係有洩漏嘅風險，而明火咧就係可能引發火災嘅。而氣體嘅燃燒咧就係會消耗室內嘅氧氣，所以咧就要經常保持通風。而煮食嘅期間咧，環境咧就較為悶熱嘅。嗱，咁購買氣體爐咧有一個重要嘅注意事項。嗱，咁香港買到嘅氣體爐咧，必須係要有機電工程署認可嘅 GU 安全認證標誌，表示爐具咧係符合香港安全標準，可以合法安裝同埋使用嘅。跟住要講嘅就係電磁爐啦。電磁爐嘅原理係通過交變磁場，直接令到金屬嘅鍋底產生渦流而發熱，實現高效能量嘅轉換。一般最大嘅功率咧就係由2800瓦去到3200瓦，最高咧就超過5000瓦嘅。佢嘅優點就係能源嘅效率超高，可以即插即用。佢屬於非明火煮食，而爐頭咧亦都係唔會發熱嘅。佢升溫同降溫嘅速度極快。而高階嘅型號咧就係有智能功能。例如係 AI 嘅火力調節啦、遠程嘅控制、智能菜單、藍牙裝置嘅。而當然啦，亦都有安全嘅裝置，例如係過熱嘅保護、定時關機、兒童鎖等等嘅。咁電磁爐煮食期間咧，環境咧就比較清涼嘅。佢唔好嘅地方咧，就係只可以用鐵質或者係含磁性嘅不鏽鋼嘅鍋具。而鍋底咧就係需要完全平整，否則嘅話咧加熱咧就唔平均。而佢最高嘅功率咧就係指總輸出率，係要分配俾1個或者以上嘅爐頭使用嘅。
咁由於咧使用嘅鍋具受到限制，所以咧就唔適合咧所有嘅烹飪嘅方式嘅。最後就係電陶爐啦，咁佢咧就內置發熱盤，通電後咧會發熱並產生紅外線，咁啊將熱能咧係傳導去到鍋底嘅。嗱，咁啊優點咧就係佢嘅鍋具兼容性高啦，所有平底嘅鍋具都用到，咁就可以解決到電磁爐最大嘅缺點啦。咁佢咧係可以即插即用，亦都屬於非明火煮食。咁啊，因為發出紅外線啦，佢嘅熱穿透力特別強，咁啊最適合咧就係慢煮，例如係煲仔飯啊、西班牙海鮮飯嘅。佢同電磁爐好相似，就係加入咗多種嘅功能，同埋咧係安全嘅裝置嘅。咁但係唔好嘅地方咧，就係佢加熱同埋退熱嘅速度都比較慢。咁啊，易燒焦嘅食物咧，一煮好咗之後咧，就要即刻拎起噶啦。咁雖然咧係非明火煮食，但係佢嘅面板咧會發出高溫，有燙傷嘅風險。而關機之後咧，面板嘅餘溫咧會維持30分鐘以上。咁觸摸佢咧係會導致輕微嘅燙傷嘅。跟住我會講嘅咧就係4種爐頭要注意嘅事項。嗱，爐頭咧就有座台式啦、嵌入式啦，或者係兼容座台加嵌入式嘅。而面板咧就有不鏽鋼、強化玻璃、陶瓷物料等等嘅。假如咧係嵌入式咧，購買之前咧就要先確認嗰個櫥櫃台面嘅尺寸，而買咗之後咧就要按照說明書指定嘅尺寸喺台面開窿。咁但係大家咧就要注意啦，開嘅窿咧係冇標準嘅 size 嘅。另外用氣體爐咧就要喺櫃入邊咧預先安裝氣體嘅喉管啦。而電能嘅煮食爐咧，就要事前安裝20M 或以上有開關掣嘅電插座嘅。咁爐頭嘅數量咧就有好多嘅選擇嘅，最基本嘅咧就係單頭爐啦。咁至於雙頭爐或以上，香港嘅法例咧就規定只可以咧係全部係氣體爐或者係電能嘅煮食爐，就唔可以咧係將氣體同埋電能混合嘅。VC， 你咪搞錯啊！我見過咧有合併嘅氣體爐加電磁爐喺香港嘅網店發售喎。嗱，咁我明白你講緊嘅咧就係買去澳門用，而唔係香港。輪到火力方面咧，每一個氣體爐頭火力咧都係完全獨立運作嘅，而雙頭嘅氣體爐咧最大嘅火力咧就視乎型號，可以係一樣啦，又或者咧係有大細之分嘅。咁至於傳統嘅電磁爐、電陶爐或者係2合1嘅電磁電陶爐咧，最大嘅火力咧就係指佢嘅總輸出嘅功率，例如係2800瓦啦。佢可以用喺單一嘅爐頭，或者分配俾2個嘅爐頭使用。而調校嘅功率咧，大約咧就係有9段。咁但係要留意嘅咧，就係當一邊嘅爐頭開咗大嘅火咧，去蒸魚咧，另一邊嘅爐頭咧就可能咧唔夠火力去炒餸啦。咁所以市場上最新嘅電磁爐或者係2合1嘅電磁電陶爐咧，總輸出率咧已經係提升去到咧5000瓦或以上，徹底咧解決咗功率不足嘅問題。有人咧就話見過開放式嘅廚房咧係用明火煮食，咁係咪犯法呢？咁其實咧，香港目前咧並冇任何嘅法例強制規定咧開放式嘅廚房咧一定要使用邊一種嘅煮食爐具。但係咧開放式嘅廚房咧，若果想用煤氣嘅話咧，就需要通過機電工程署嘅審批，證明咧通風係符合標準。咁所以咧，新樓盤用嘅開放式廚房咧，或者係新嘅裝修咧，索性咧就係直接用電磁爐或者係電陶爐啦。而另外，大家都要記住咧，石油氣罐係禁止喺開放式嘅廚房咧存放嘅。今集咧，我有一個唔顯眼但係好重要嘅貼士送俾大家。
咁啊，好多宣傳煮食爐咧，就只會係列出最大嘅火力或者係功率，咁反為咧最細嘅火力咧係一字不提嘅。咁點解嘅？最細嘅火力咧係有啲咩用咧？嗱，咁其實細火咧係要嚟慢煮啦，或者係保溫嘅。咁假如咧大家有煮過粥或者煲糖水嘅經驗，咁咧就知道啦，就算校到個火好細啊，依然咧就係好容易滾瀉。原因咧就係個火依然係太大嘅。嗱，咁氣體爐咧最細嘅火力咧大約係100瓦至240瓦呢一個嘅範圍，而火力咧係可以適量咁樣咧係調校到好細嘅。咁但係咧好多電磁爐同埋電陶爐咧係唔可以將嗰個火力咧調校到600瓦以下嘅，又或者咧調校嘅火力嘅段數咧亦都唔多。咁所以咧就喺高階嘅嗰啲嘅電能嘅煮食爐咧，強調咧就係有煮粥啊或者係慢火煮食嘅功能。咁呢啲咧都係一啲形容詞而唔係數字。咁所以咧買任何嘅爐具之前咧，一定要問清楚同埋查清楚啦。最後我會用一個錦囊作為總結。嗱，唔同嘅爐具係可以決定到你可以使用嘅鍋具嘅。咁小家庭1至2人煮食就簡單，咁啊選購一般嘅電磁爐或者係電磁電陶爐咧已經足夠啦。咁而標準嘅家庭3至4人咧就可以選擇氣體爐啦，又或者係大功率嘅電磁電陶爐。咁而傳統嘅家庭5至6人或以上，包括有老人家同埋工人姐姐負責煮食嘅話咧，使用氣體爐咧就係首選。咁烹飪嘅愛好者咧，佢嘅要求咧就一定係好高噶啦。咁所以咧就可以按佢哋嘅喜好咧選購咧唔同類型嘅單一煮食爐咧嚟做組合。而我個人咧就認為咧混合式咧就最符合現代家庭嘅需要。例如咧就係獨立嘅電磁爐加獨立嘅氣體爐啦，或者係大功率嘅電磁電陶爐，因為咧就可以各取唔同煮食爐嘅優點嘅。嗱，咁啊要記住啦，買煮食爐咧，除咗要留意最高嘅火力之外咧，亦都唔可以忽視咧佢最細嘅火力嘅。咁假如咧你係要改用唔同類型嘅煮食爐，咁就一定要咧考慮清楚邊一個先至係用家，因為咧係會好影響到咧煮食嘅習慣同埋模式嘅。今集提供嘅資訊同埋意見純粹用作參考，歡迎大家留言交流。咁啊，喜歡呢一條短片嘅朋友，請你俾個 like 我，同埋咧分享出去，順便咧就撳埋個啷啷訂閱呢一條嘅頻道。我係 BC，祝大家買得安心，用得開心。我哋下集見啦！